捉龍者2026年丙午馬年農曆2月全方位運勢深色，龍騰赤焰，雲起驚蟄。當九天之神苦衝熾熱之午，場關於意志與格局的巔峰對話。如果你是屬龍的朋友，步入2026年丙午馬年的農曆2月，請感受腳下大地隱隱的震動，那是驚蟄的雷鳴，也是你命運齒輪加速轉動的聲音。在12生肖的能量版圖中，神龍象徵住變幻莫測的水庫與權威，而午馬代表住極致燃燒的烈火與奔放。2026年是一個火性極強的年份，而農曆2月卯木當令，五行邏輯在這一刻變得異常精彩。卯木生午火，火勢更旺，而神龍作為水之母庫，與卯木相見，卻存在住微妙的卯神傷害。這意味住什麼？這是一個高壓之下必有神，繁雜之中暗藏殺機的月份。你不再是那個在雲端漫步的觀察者，而是被推到了火燙的競技場中央。外界的節奏極快，機會轉瞬即逝，人際關係如春天的天氣般陰晴不定。捉龍的你是選擇被這股熾熱的火氣燒燃你內心的靈性，還是用你那博大的胸懷蓄水化火，將這股狂暴的能量轉化為推動你直衝雲霄的熱氣流？事業運勢，撥雲見日，在衝突中建立新秩序。捉龍人在2026年2月的事業運勢，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：破繭。權力結構的洗牌與挑戰。受卯神傷害的影響，職場上容易出現一些軟刀子，可能是原本談好的合作突然增加條款，或是下屬同事之間出現了微妙的排擠。捉龍人天生具有領導力，但本月不宜以硬碰硬的方式解決問題。馬年的火氣會放大你的脾氣，如果你表現得過於強勢，反而會落入他人的口實。最佳策略是以靜制動，展現出你作為龍的包容度，用專業數據說話。轉型與跨界的強行加速。如果你正在考慮轉行創業或開發新產品，2月會給你一個強大的推動力。馬年主快，卯月主生，這意味住你的一個點子可能在極短時間內被推向市場。雖然過程會讓你感到精疲力竭，甚至有種被趕住鴨子上架的感覺，但請咬牙堅持，這股火氣正是你事業起飛所需的燃油。警惕細節裏的魔鬼。神龍屬土，內含水木，最怕火燥。在處理合約法律文書或精密數據時，2月份極易出錯。建議在本月尋找一位屬雞或屬猴的夥伴作為你的校對者，他們的冷靜與細緻能彌補你本月因急躁而產生的漏洞。財運預測。大水入庫，警惕財多身弱。2026年2月，屬龍人的財運呈現出進賬衰風、消耗逆巨的複雜特徵。正財名利雙收的預兆。由於事業上的大動作，你的正財運相當不俗，尤其是從事房地產、科技、能源或公共事業的屬龍人，本月可能會有大筆資金回籠。然而這筆錢往往伴隨住巨大的工作量和心理壓力，這就是命理學上的財多身弱，賺到了錢卻可能累壞了身體。偏財利於短線計毀長流，受流年午火影響，投機氛圍濃厚。捉龍人在2月的直覺極強，短線操作如短線股票、短期周轉項目容易獲利，但切記見好就收，不要試圖在一個波動劇烈的市場中尋求永。本月不宜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購置，除非該資產具備極強的流動性。守財之道，預防意外驚嚇。卯神傷害有時體現在家人的突發開支或社交禮金上，本月可能會有一些推不掉的人情債，建議提前預算，不要因為好面子而在社交場合過度揮霍。記住，龍的尊嚴不在於賬單的大小，而在於你掌控全局的能力。感情與人際，運與難測，需防無明火。在人際與感情的海洋裏，捉龍人本月需要學會降溫。單身者
意氣想投，但火候未到。你可能會在工作場合或專業研討會上遇到令你欣賞的人，對方的才華讓你心動，但卯辰相害意味住初期溝通容易產生誤會，不要急住表白，給彼此多一點時間觀察。馬年的愛情像烈火燒得快，熄得也快。捉龍人需要的是能與你共度風雨的雲。2. 有伴侶者，情緒的修煉場。捉龍人本月容易把工作中的焦慮帶回家，你可能會覺得伴侶不夠理解你的宏圖大志，或是在家務瑣事上顯得不耐煩。請記住，你的伴侶不是你的下屬。在火旺的2月，多一點水的溫柔，少一點龍的威嚴。一次心情的擁抱比一場邏輯嚴密的爭辯更能解決問題。3. 社交忠告：遠離小人，親近智者。本月容易遇到那種表面熱情背後挑唆的偽貴人，特別是在農曆2月中旬說話要留3分餘地，多與生肖屬鼠、屬猴的人走動，他們是你的三甲貴人，能幫你化解卯木帶來的刑害。4. 健康與生活：蓄水養腎，靜心防燥。2026年2月，捉龍人的健康關鍵在於滋陰與平衡。1. 消化系統與皮膚：土燥則皮裂，要注意皮膚過敏、紅腫以及胃部灼熱感。飲食應減少燥熱之物，如麻辣火鍋、烈酒，多喝清熱潤肺的湯水。2. 心血管壓力：辰龍入午馬年，心火過旺。如果你有高血壓或心臟方面的舊疾，本月務必按時檢查，保持作息規律。3. 心靈建設：建議多接觸水，去海邊走走，或是每天在家中泡澡，甚至只是看住魚缸裏的魚游動，都能幫助你平復躁動的脈搏。5. 捉龍人2月開運小貼士： 1. 幸運色：銀色、白色、金屬色。金能火生水，平化角。 2. 開運物：金屬材質的圓形飾品，圓代表圓滿與化解傷害。 3. 幸運方位：西北方，乾位利於權威與決策。 4. 開運語：上善若水，利萬物而不爭。每天默念3次，能讓你從權力與望的迷霧中清醒。結語：2026年的2月對於捉龍人來說是一次靈魂的淬煉。馬年的火光照亮了你的前程，但也考驗住你的內心。不要害怕那些小小的摩擦與傷害，那是為了讓你學會更精準地控制自己的力量。當你學會了在火中蓄水，在亂中求靜，你就不僅僅是一條騰雲駕霧的龍，而是一位真正掌控自己命運的主宰。願你在這個2月氣吞山河，心細如發，於驚蟄雷聲中昂首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高地。